不管这桃园航空城开发案影响到上万间拆迁户的权益，居民组成自救会今日上北来到行政院外口抗议，要求政府要来重视因的问题，唔通互因伫咧外口流浪，有厝补到最后变做是无厝通住。还我家园！大声喊口号，叫政府爱听因的心声。不管桃园航空城开发案影响上万户拆迁户的权益，上千名大户做自救会。13上北到行政院抗议，自救会强调，有大户反映讲，政府的安置主体无包括公设，一平卖22万，一个停车位就要80到120万。结果，因的补偿费这个人领239万，我家己开940万起买，等于是我派贷款。自住宅，当然政府赔阮偌济钱，赔阮目前手上拿到的239万，你9月份。明年的4月份，你叫我们要拿940万来跟你买，我哪里讲，我买不起。当时一平，好咱家8万块，那这样的一个这个重建，咱哪有才有起得多证据？自救会认为，这卖物价、厝价甲60年代政府要去桃园国际机场时阵，大量拆面体情形差真多。结果，拆迁户即马无法度用补偿金去买家己的厝，叫前桃园市长、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唔通多撇争议。签完地之后，把我们现在要坑杀我们，让我们要付出4倍代价，政府要给我们钱买回来吗？最好他编预算给我们买回来，对不对？物价上涨的跟现实生活落差太大，所以我们今天具体的要求行政院要撤回这个决议。自救会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心声，唔当互因无所在通住。也强调10月底一个月起同市政府抗议，叫市长张善政按做到选举时阵的政见，实际照顾大户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